大家有冇見過個仔俾親媽沖涼㗎？喺村裏面發生，大家最多誇聲孝順。如果換成女婿俾岳母沖涼呢？我最近就被呢事被架喺火上烤，俾人背後指指點點，話我唔正經，冇分寸，我非常無奈。岳母難道就唔係媽咩？將她當親媽服侍，難道就真係錯咗？屏幕前嘅家人們，你哋來俾我評下理，我呢件事到底辦得啱唔啱？我岳母係個老實本分嘅退休紡織廠女工，我岳父走得早，岳母為咗唔俾老婆受委屈，硬係靠住微薄嘅人工，獨自拉扯大兩個女，仲供我老婆讀完了大學。當初我哋兩個談戀愛時，我屋企窮，本以為岳母會嫌棄，可老人家卻拉住我隻手話，日子係靠人奮鬥出來嘅，後生仔只要肯做就有奔頭。佢當時只收咗一啲啲禮金，擰轉身全俾老婆買了家當。嗰一刻我就發誓，以後一定要好好孝順佢。結婚後，我哋喺市裏買咗樓，擔心岳母一個人冷清，就將她接來同住。後來有了細路，岳母更加係冇日冇夜咁操心帶細路做家務，從未聽佢抱怨過一句。直到舊年初，岳母喺公園晨運時突然暈低，檢查後才發現佢後生時留低嘅底子太薄，氣血虛弱，加上上咗年紀，身體機能下降得好犀利。我自己喺市裏經營住一間連鎖超市，平時工作忙，老婆因為公司擴招都忙得不可開交，本想請個護工，可我不放心外人，怕老人家受委屈。嗰段日子啱好趕上酷暑，岳母因為臥床，身上總有一陣沉悶嘅汗味，同老人特有嘅氣味，佢自己難受，日日話怕分親細路，睇住佢嗰個難為情嘅樣，我實在心疼，便主動攬低咗照顧嘅活，抹身、沖涼動作我都盡量輕柔。為咗令佢舒服啲，我還特意揀咗性質溫和、適合中老年嘅草本沐浴用品。用完之後，岳母身上清清爽爽，夜晚都可以瞓個好覺。但是就係呢件事，唔知點解就喺鄰里間傳開咗，閒言碎語鋪天蓋地。有人話女婿俾岳母沖涼唔合規矩，背後講嘅話要多難聽，有幾難聽。有次我推岳母落樓曬太陽，路過鄰居細聲討論，嗰眼神好似喺睇咩怪人。我當時心裏真委屈，可轉念一想，岳母將寶貝女交俾我，幫我帶大細路，而家佢病咗，喐唔到啦。難道因為別人幾句風涼話，我就嫌棄佢咩？嗰日夜晚，老婆攬住我喊，話覺得虧欠我太多。我拍住佢膊頭話，岳母就係我媽，嘴長喺別人身上，只要老婆信我就得。後來岳母精神頭足咗啲，着住乾淨整潔嘅衫，坐喺樓下曬太陽。鄰居們見佢容光煥發，漸漸也就閂咗嘴。各位朋友，老人家病咗，最怕嘅唔係麻煩，而係俾人嫌棄。我哋做晚輩嘅，照顧老人確實要講究分寸，但呢更係一份良心。如果令老人連尊嚴都冇咗，嗰先至叫真嘅唔孝順。另外我再教大家一招，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，究竟係少食豬肉定係少食牛肉呢？屋企有老人家嘅都知道，上咗年紀之後，皮膚就容易粗糙，點洗都洗唔乾淨，身上總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道，搞到俾仔女嫌棄，孫仔孫女又唔肯黐埋自己，甚至俾人送去養老院。本應享受團圓嘅晚年生活，只可以孤零零一個人。點解老人家會有呢種味道呢？大多數人對老人味都有誤解，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愛乾淨，先會產生呢種味道。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從40歲開始就會慢慢產生呢種味道，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變慢咗，皮膚表面嘅皮脂變多，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，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。呢個就係老人味。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，自己聞唔到，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。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，點解仲有異味呢？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呢種情況，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。我怕你用完之後清清爽爽，身上就好似自帶體香一樣咁迷人。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，隨着年紀越來越大，老人味越來越重，身邊嘅孫子孫女慢慢都唔肯靠近佢。
住過嘅房、坐過嘅梳化都有呢個味道。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，而家身上都散發出一種清香。住過嘅衫、瞓過嘅床都係香噴噴。每個禮拜6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行街，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舒心。如果話10幾年來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，都仲係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來，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寶貝就係好多身上有味道嘅街坊都喺度為嘅淨味留香沐浴露，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，裡面添加咗377、防風、梔子花、艾葉等多種草本精華，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。特別適合用來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藏住嘅油垢。你身上油脂越多，洗出來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。平時汗味體味越重，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。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，肌膚水潤唔油膩，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。洗完之後全身上下都帶住一陣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，非常好用。堅持用佢洗一段時間之後出門，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啲高級香水？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住都舒服，忍唔住想親近你。唔止老人家可以用，平時身體乾燥、出油出汗味重嘅女士、男士、學生都可以用。有料佢啊，屋企再唔使買咩香水、止汗劑，一樽就搞掂，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。如果你唔知邊度可以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回去用起來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